非常感恩。好兄好啦吼，安尼更笑一下好无？好啦吼，来主编啊。
内底当然外景内底安尼，这歌曲内底嘛真感动吼、咱这个神韵合唱团内底了嘛唱出来的那种旋律吼、也是让我们感觉说一股的一种祥和哦。所以只要我们融入在这个道中的这个平台内底，我们的内心里面随时哦，拢里内底有一个节奏哦，都是一种很祥和、有节奏的一种。那安尼的话，我们虽然在苦海里面，可是我们会走得慢慢的哦，找出我们的路找出我们的节奏。今仔日互他真努力刚才这个歌讲下伊不足的所在，写不出去下水，咱前人，咱天文书，咱各位领导、各位前贤来对大家指导，最后各位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感谢所有人慈悲，前道一公，公道一公，我们再次以掌声鼓励。接下来我们请我们郑凯义郑讲师和我们慈悲《道德经》第17章。请讲师慈悲前道一公，坤道一公，讲师好，讲师好，请坐下。咱各位咱大师。